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梦，欢迎收看福喜来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恭喜我哋細妹頭南無順師，細妹嘅天意狀面。以前喺人生是不是只幾多嘅媽媽嗬，如喺做喺我哋呢人嘢翻以後，那我以準備我以識到，因為做乜呀？因為希望講喺過年嘅時節，有一啲幾好嘅頭南無可以俾他嘅人看。嗰陣我哋今日要請到來賓係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嘅劉師妹來到嚟現場，以年紀幾強，但是以意見可以一家。以自家為一個算是天母店，同時嘛有研發檢查冇地方，我哋馬上歡迎來賓，我哋嘅師母李勇來到現場。李勇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林道嘅劉師母。師母今日佢分享來到嚟現場嗬，因為其實你算佢是幾年強嘅嗬，幾年多歲啊？27歲，但是你這個當初喺一度歲時間，讓你開始感應我哋呢算是美容美髮的一個訓練地方咯。15歲就開始。為什麼？那時候不愛念書，然後就是想要打工。然後那時候未滿18歲，所以只有美髮院願意收。對。可是冇小心，你把以前違法的經歷講出來，因為15歲嘛算是童工。對。但是問題係有按多細條，你幾時我想到去做美容美髮咯？家裡本身也是做美髮的，對。然後一開始其實沒有什麼興趣，是以賺錢為主，然後慢慢就越做越有興趣，然後就從15歲做到現在。但是你15歲跟人喺睇你都卡做，還是做喺外面做咯？外面。做媽媽唔睇都卡做。理念不同啊，理念不同，沒啦，媽媽唔會撥咁多錢。對，媽媽會認為你這個留下來天數係應該嘅，但是喺外面的話，你雖然係個童工，但是你至少話有薪水。但是有啲人講，其實嗰時間一開始做處理嘅時間，算是幾辛苦吧？剛開始是真的比較辛苦啦，因為助理本身就沒什麼錢的。可是你熬過那個助理階段之後，開始就會賺錢了。但是問題係嗰段時間我做嘅工作有哪度啊？就是協助設計師啊，然後幫忙染頭髮、打掃，然後幫大家整理環境。等於你講幾度嘅雜事，對，比較多雜事。可是其實要愛洗頭毛冇？愛洗頭毛。愛洗頭毛，洗頭毛是不是要學啊？洗頭髮學比較久啦。要用功了，要用學咯。因為你要去服務每個客人啦，然後你洗頭髮是有些人會不滿意啊。所以也是一個技術活啦。可是你的意思是講不滿意的意思是講，因為洗嘅唔強，還是講洗嘅唔舒服，還是講洗嘅唔滿意，講已經冇達到伊嘅要求。應該是那時候還達不到客人的要求，因為比較新嘛，也比較菜嘛。可是慢慢的越來越熟練，其實就比較進入狀況了。可是你這個因為講越來越熟練一件事情，係因為你有冇技術進步啊，還是講用嚟去應付人家嗰啲？應該是說有壓力，然後慢慢自己去學習，然後才會成長啦。咁你這個對15歲一直做到哪久啊？27。到27歲。對。可是你中間後來15歲差唔多國中咧。對。好，目前都國中咧嗬。目前。係，咁喺國中嘅時間，你這個現在用嘅一種科呢啊？一樣是美容科，一樣是美容科。我哋講，你講15歲嘅時間可能比較賺錢去美容啦哈，但是喺個國中嘅時間還是選擇美容科。咁嗰時間其實比可能有其他同學來講嘅話，其實你算是老手了，因為差唔多2年了嘛哈。比較有方向啊，那時候學到有興趣，然後想說就直接讀美容科，因為那時候國中有參加比賽，然後就直接保送3名加上。哦，國中女比賽嘅。對。女比賽比賽內容係乜呀？一樣是綁頭髮的造型。是，可是你其實喺國中呢？對，就參加技藝競賽。可是嗰時間，然後國中嘅時間都可以順利去嘅，我哋咧3名加上。對。3名加上嘛係讀美容美髮科嘛。對。咁嗰時間有除咗一般的以前學到以外，還有配啲冇同樣嘅東西。你說上美容課？對。它還有彩妝部分。彩妝的部分。或者你最尾還是變成你對於做美容嘅部分都有興趣。對，比較有興趣。那後來3名加上畢業以後呢？就開始進入社會。咁你幾時間開始因為3畢以後其實你這個嘛算有經驗的嘛然後同時嘛喺本科那邊嘅，那
有着这样子的光环，你去请工作会够好请吗？你说进入社会吗？对，其实会比较得心应手啦。因为我从学校跟社会其实两个其实不太一样。因为在学校的话教的会比较死板，可是社会的话会比较有经验价值，因为你是现场实操课了，然后你再去上学的话就比较轻松。等于如果你这个沙飞有历练过的，过去学校学个帮咱国家，但是你这个嘛算是本科那毕业嘛，可是你这个当初对处理多少件设计师差不多多时间？从助理到设计师花了4年的时间，他花了4年的时间。对，因为中间其实要学蛮多的，比如说你还要学剪发跟学染发调配。然后我学比较久的话是染发，因为那时候技术会比较难一点点。然后花了4年当上设计师。4年来讲的话，算是短还是算久啊？一本人家有可能吗？以现在来讲的话是很长啦，因为真的学比较久。可是以之前来讲的话会比较稳，因为技术会比较扎实。学的经验会比较多。以现在来讲的话，算过长的。对。真的，因为其实我想讲，4年算过假的呢，算是我听过还蛮快的一个了。在以前是 OK 啦，可是现在比较慢一点。我觉得等于讲，现在要人学习，可能学到2年人都可以出世。因为现在的学习方面其实得心应手啦，然后加上现在的网络比较发达，你可以随手可得更多资讯。然后再来你的管道其实很多，选择也变多了，所以你在升迁的部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。你讲对于对我来讲，处理到设计师上面最大的差别是嘛呀？助理跟设计师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可以自己掌控你自己的客人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服务的方向。像我比较喜欢染发，所以我就可以抓一些染发的客群。等于讲你这个做设计师以后，你这个都可以根据你这个要转送。对。然后如果像你这个个上可以用的人客，比如讲你这个专业去买个东西，然后如有安尼一部分的人客提啊。咁你这个对几时差不多就岁啊？你做设计师差不多就岁？当设计师18、19。侬还细呢？你讲15岁4年，所以18。你对15岁开始。对。你对15岁开始是，可是18、19岁的设计师算几年轻吧？很年轻，对。嗰几时年代啊？那时候在连锁。在连锁。对。嗰是18、19岁的年轻人做一个设计师，因为有时候你讲这个按年轻，我见得出，无如果按年说 SK 特那么，但能用来去说服你的客人，叫说你不要看我太年轻。对，其实，在18、19岁当设计师的时候，真的会像你讲的，有些客人会觉得你会吗？你那么年轻。对，我们知。对，可是其实你静下心来，然后仔细听顾客想要什么，你再慢慢帮他做完他想要的成品，其实都可以做到沟通。对，然后最后达到客人的要求，他们就会觉得很满意。对，因为最慢都见出了好看，无如讲以这个还没有达到以这个为当初的想法。有遇到不好的客人，一样也会遇到好的客人。像我比较不会去在意不好的客人，反而是多一些好的客人鼓励我，慢慢让我成长。在这个像有一个客人就是从我助理跟到现在，然后大概跟了已经将近第10年了，还是会给我更多的鼓励。对。嗰是等于你讲其实来自。人讲人客的一个鼓励来讲，我其实迄算是几太的通力。对。可是像这个安尼从事，我15岁到更加27岁12年。对。那12年底杯，你这个有影响过什么银行？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有一个客人，然后他也是一样从助理跟着我到现在，但他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了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一定都会来找我。他就是非常支持我，就是在我低潮的时候给我鼓励，然后只要我缺业绩，然后跟他讲，他就会来找我。对。可是问题是讲，缺业绩的件事情来讲嘛，我无想讲可能渐渐那无这样对吧？人家讲今年的礼拜也接唔拉拜，伊马上又做了文件了，对。可是真的是鬼好人哈。但是从我们节目一开始是有讲到讲，其实我们公园过节的时间，尤其是公园，其实几多年过好啊呢，过阿门人去做天了。对。有安尼经验吗？过年其实真的特别忙碌啦，因为
像我们是比较属于大家休息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，所以过年的话忙碌，其实你自己也没办法回家吃团圆饭，嘿，你就会比较辛苦啦，因为你必须得赚一些钱嘛。对，必须得赚的钱，讲啊过整身啦吼，因为其实过冬年如果吼，人讲伊煮迄年夜饭以后，伊能去做，伊能去洗头毛，吃饭吃的，吃迄个吼，能去洗头毛。可是其实是你们有记得讲做到一个点。其实最晚有过年做到10点、11点的啦。哦，10点、11点的。但是你这个嘛讲，你这个洋人妈妈本来如嘛做米用米发的嘛，你这个本身应该如果习惯的嘛，公年过节就看嘛过模哈。对，就是可以互相体谅啦。嗯。然后像过年的时间，其实一定会非常忙碌啦，然后客人也会知道我们蛮辛苦的，对，所以也不会给我们太大的压力。可是我们的市面看好了观念讲，但是其实伊睇啊美容美发嘅部分，其实已經有幾長嘅伊啲工作嘅經驗嘅。喺嗰節目我哋咧市面同人講，伊當初做馬上嘅創業，做伊啲指甲嘅店嘅，其實下喎喺嗰節目我哋咪嗰度嗰陣睇內容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一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聯絡嘅劉氏們來到嘅現場，同人分享講當初學習嘅過程。我想請問一下氏們因為其實你這個嘛，上一節目點嘛講嘅幾多，講你這個對15歲開始做處理開始，一直到近間27歲開家店嘅。因為其實對近間來講，雖然講屏東算是我哋南歸台灣算歸南部的縣市，但是也經驗真是開店幾多呢吼。當初我想要開的這家店呢？像屏東的市場其實競爭壓力越來越大，因為其實近幾年真的開了蠻多店的。然後當初會想創業，是因為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，就不想要再連鎖綁手綁腳了。然後最後就跟幾個比較好的朋友一起開店。可是創業一件事情其實唔係講想講想要開店就開店，因為創業有幾多嘅愛先準備，譬如講錢啦、米價啦、名嘅啦，你要店嘅市場嘅定位啦，一部分譬如講資金嘅部分，譬如講唔通講有幾個朋友窮下嘛。對。咁我之前都問，點解喺屏東開一家店嘅話，含裝潢差唔多要準備多少錢？至少要準備150。哦，要準備150。因為而家店嘅其實嘅比較算是，我哋講鬧區啦。對，比較算蛋黃區。係比較算蛋黃區。然後同時，你這個我的名叫做目光。當初我想要用這個目光也為店名。我們那時候其實創業的話是籌劃了1年多啦，然後就把蠻多細節也都規劃得還不錯。然後當初會想要取目光，是因為希望顧客來這邊用完頭髮都可以成為眾人的目光，所以比較想要給客人一個在家的感覺，舒服就好。然後定位的話，我們本身就比較屬於中等價位，因為想要給顧客一個不一樣的感覺。對。因為其實像譬如講我哋傳統，我看到而家以台北來講嘅話，然後有幾多冇同樣嘅算是形式，甚至有專門男士理髮，然後走英式風格，佢建議一條1000多元，好，然後同時又有就從嗰種講嘅，有嗰種歸 fashion 嘅嗰種裝潢。全部烏色嘅，冇得講全部鏡嘅。咁從人嚟講嘅話，希望講我哋啲顧客來到店裡有一種像鬼都碌下嘅感覺，那是什麼感覺？像我們店自己就是5個設計師，然後每個人的專業都不一樣。像我本身比較是專業於在染髮，然後有些人專業於在剪髮跟燙髮，每一個人給顧客感覺完全是不同的感覺。然後我們只是想要給顧客一種比較輕鬆，不要有太多的壓力。像以前我們在連鎖就需要銷售業績，需要做到推銷，可是我們不想要給客人這種感覺。可是也係一定有個現實的問題，因為嗰種講冇銷售冇業績，嗰幾個店嘅業績要紅了。因為你今天把這個客人服務好，他就會幫你轉介紹給更多客源。
你都希望讲利用服务一件事情来带动无穷样的人客同时嘛，係提高人家的算是一個銷售額的方式。因為其實我們說以前有時間去到一邊，如果開始推銷我哋什麼洗髮精啊、護髮用品啊，吼，因為有時我都可以看得出來的呢造型師冇想要做一件事情，但是他好像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，然後他就這種似有若無的講啊，然後你們這個冇買哦，我唔怕，反正伊要介紹我按這個唔可以做一件事情。咁從這個來講嘅話，人客一般來講，譬如說都人講有5個設計師嘛，吼，無與每個人的專長無共樣。咁等於講啊，點樣去按用啊去判斷講我請哪個設計師咯？像其實我們現在都比較走網絡名片，比如說 IG 跟 FB，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平台提供你自己的作品跟造型給客人看，他們就會以圖片去篩選他想要的設計師。哦，用圖片，用也相片底部，你的設計師以及講可以算是一個網絡平台。你的貼場啦，吼，嗰時從按你來講嘅話，但是問題係人家講唔同講嘅度美容路來講，我人強你用嗰個度吧。所以我們店其實是以年輕居多。係啊，同路上講，也怕冇阿祖嘛咧，因為講人強嘅人我去啦，吼。對。所以差不多平均的年齡程度。平均的話就是20歲到40歲。哦，20歲到40歲，真係如果一群我可以是用美容路以前嘅。對，用網絡的比較多。但是其實像你看，基本上我用美容路前都唔同嘅一家。同樣啊嘛，我用美容路前都便宜幾家，同嘛吼？對。那簡單嘅話，能用啊去留頓也俾銀行。其實個人特色很重要啦，像我自己在服務顧客，其實我們會請客人寫評語，就像我們現在 Google 會寫評論跟5顆星，如果你顧客滿意的話，就幫你看評分，寫評分，然後現在的客人如果要以預約的方式，都會先去看你的評價，然後看你的作品，然後再預約，對。嗰就等於講，唔知個每一擺服務變成一個歸創業嘅一部分。對。但是問你嘅評價係乜嘢寫？當面寫嗎？還是回家再寫？沒有，算售後服務。售後服務。對。如果顧客滿意，他一定會幫你寫。可是我還是會，比如說我今天幫你染完頭髮，我大概過1個禮拜，我還是會稍微跟你聊一下，整理 O 不 OK？對。跟這個圖講，每個人類無強嘅專業，佢家種講啊，今日要愛先染係嚟再去天天的在剪。咁你講我本無強樣嘅設計師做，還是講一定人都可以包？其實不用，因為設計師你本來就要涵蓋所有都要會，然後你只是你專業的是哪一樣，然後今天比如說客人要洗剪燙染護，你都要幫他完成。對。那假如說，譬如講嗰種今日要先染嘅話，一般等於講其他嘅設計師嘛，本來會染啦。只是講染睇那麼一部分對你來講話，其實算是比較專業一點。專業。但是所謂專業嘅意思係講。要設成條個講，還是講你用嗰啲東西個好？比較精準，然後加上像我的專業是染髮，我就會去專攻染髮的進修，然後去學習新的技術，比如說霧染風啊，或者調配比例，然後達到一個比較極致的效果。你講個精準的意思講，以我一色染出來都可能係幾色？對。呢種東西差異會大咩？其實差異大的話是色彩調配啦，因為設計師調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啊。對，有些人調出來跟客人不是客人想要的感覺。係嗰種看到糾紛如何樣的嘛？嗰種一部分的問題係出嚟係哪咯？設計師的專業知識不夠。嗰種唔係講唔係染料的問題，不是染料的問題。我都等於講以這個嘅比例冇掌握，佢其實係用咯。其實要去不斷的進修啦，因為我們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活到老學到老。你在不同的時期，本來就會吸收到不同的知識，然後你要去學習，然後你才會得到新的技術。因為除咗講到染頭毛一部分，因為一見人真係看到嗰種染頭毛有嗰度冇強嘅色色，尤其像西拉嘅話，甚至還有全部染白的，給一啲卡通人物的一個樣向嘛哈。但是有人講，我染髮以前係咪要先點講啊？漂色，對，先褪色，就等於講把染落嘅污色褪下。對，先把顏色褪掉，然後再上客人想要的顏色。咁你話對染落嘅髮質會有影響嗎？會有影響，可是你就要做到售後的保養跟服務啊。乜嘅意思呢？就是你要給客人有一些居家護理的觀念，然後跟定期保養的觀念，你的髮質才不會壞掉。
但是问题像有的人的天然毛如果油啊，好比较细，然后有的人有个粗，个油的个影响到。其实都可以透过保养跟造型来取决于顾客的发质，其实也不用以现在的技术不用太担心我烫完头发会坏掉，染完头发会坏掉，因为现在的药水跟染膏其实都蛮有水准的，不会像以前我染完头发爆掉，我烫完头发坏掉，现在的技术真的是很 OK。OK， 因为我少辣烫到，因为其實我嗰度嘛係看到電視上有講乜嘅，我食，如果唔係唔養出來食，唔係我上來食，嚇，冇得講，嗰種安尼裝喺個湯食，又叫我頭腦冇全部跌下來，嗰種其實更加嘅技術已經可以克服安尼問題。可以完全克服，因為現在的藥水跟染膏其實都蠻有水準的，不像以前的一些調配，現在的技術其實做得很好。像唔知甲本係都傳統，就是講陸卡陸係以前做你講做天頭毛嘛嚇，咁唔知個要擘開一家新嘅店嘅，唔知個可以比較講以前嘅嗰種傳統嘅店嘅同而家店嘅嘅差別嘛？我覺得像以前的我媽媽自己是做美髮的，然後她在家裡只需要把顧客洗剪燙染做好，然後跟一些婆婆媽媽聊天。可是作為我們現在新一代的設計師，會比較多眉眉角角。譬如說，因為我們要學習更多不同的，比如說學習拍照、學習攝影、學習網絡行銷、學習怎麼經營社群，我們要接觸的資源其實是很大的。對。可是相對上來講，以前媽媽給時間，這算是村莊裡邊唯一的資訊來源呢。對，對不對？你婆婆媽媽都提一個天頭模式，互相交換。對，互相交換資訊。可是唔講頭那個陪顧客聊天，其實嗰個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啦，懂冇？對。但是其實對人家來講，你反而變成個迷的造型師，就變成一個自媒體了。對，現在會比較以專業為導向了，不太會去跟客人講什麼。然後因為現在設計師真的需要太多不同，因為競爭力強，所以你必須突破自己，去學習更多不同的技術。對。咁你即間年客來講，我頭都要講差唔多20歲到40歲。對。咁而家反面咯，係大部分係屏東人還是講我有高雄人過來？其實以屏東人居多啦，然後高雄也有，然後再來就是內埔。對。咁細大同細妹嘅比例咯？女孩子比例比較多。女孩子比例，當然女生一定大眾啦，但是其實人家嘛看到嗰度細大會開始去剪頭毛。對。但是我想問哦，百元剪髮對你有影響嗎？其實沒什麼影響因為客群不一樣。百元剪髮的話是比較針對於那種趕時間，或者是想要快速整理，想要剪一剪就好的。可是像我們美髮的話，就是比較講究，比如說你想要設計怎麼樣的髮型，你想要達到怎麼樣的效果，你想要呈現怎麼樣的風格，所以那個其實沒有太多的影響。對。可是看到影片，你會發現到講，其實美髮這件事情其實算是一個專業的事情，也是同時代無共樣也好。對以前他個有提嘅講法和講古都更加，真是係一個美一個做件事，如係自家嘅一個自媒體。其實啊，我哋喺度咪嗰度好精彩內容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個劉師妹來到我哋現場同你分享講，後來開一家嘅店嘅。我想問一下師妹，因為其實頭都有講到講精修，你頭講嗰度擺，可是其實睇下入在裡邊，精修一件事情係咪可以重要嘅？其實蠻重要的，因為像我自己本身就去了香港跟日本去進修，然後在這個行業，你不僅是要做給顧客看，你也要做給其他夥伴看，因為人是不斷在前進跟進步的嘛。你今天作品一直推陳出新，你當然要去學習不同的技術，你顧客看了也安心。對，其實能夠人客可能比較摸出來，但是同業看得出來。對，你頭先講到講，做給顧客看啊，我現在講不是做給同業看，跟他說我去學上課了。可是但是你頭先講到講，喺香港、日本，應該講有啲精修嘅方向係有差別嘛？因為人家遇到嘅嗰種講，去韓國。
可是你像讲喺香港、日本，也係一邊無同樣嘅派呢嘛？应该是说你去学习更多不同的技术，然后客人想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假设你今天去学了日本，它是比较追求速感，然后如果今天客人想要这个，你也可以帮他达成客人想要的感觉，你会比较有多的方向。对。嗰時喺香港嘅片呢？香港的話會比較以硬線，對，或者比較多膠跟造型，對，港風的那種感覺。一般嚟講嘅話，嗬，譬如講，我哋早期全部同我哋咧使用學嘅嘛，嗬，嗰時譬如講天特啦、摩啦，嗬，某個東西台灣都使用冇，後來慢慢就要開始有，譬如講日本上面，見嘢有台灣有某個韓風，對，嗰時創業部分咧差別，睇你自己嘅染頭啦、模嘅部分，會有影響。其實一定會有影響，但是現在的大部分的客人都會先做好功課。他們今天想要做這個髮型，一定先去網絡找圖片，他會拿圖片跟你對比，問你做不做得出來。所以你不用太過於擔心說韓風跟日本的感覺。可是問題係，除誒，講以這個希望講，伊拿做伊個相片來講，伊希望講按你染按你色，同時間按你顯，你盡量一啲貼身咗嘅。對，如果顧客拿照片的話，就是盡量達到他們的要求。然後像他們最近是會比較找那種韓國的髮型，所以呢，我們就盡量達到顧客的滿意程度。其實你就要做到事前的溝通嘛。如果你今天他拿一個要求度很高的照片做不出來，你就提前跟顧客講，可能達不到你的滿意程度。你至少做到事前溝通，才不會有事後糾紛。但是你這個會老實提講，你也要顯唔適合顏面。我會老實跟顧客講，唔好老實地講，因為其實係黑的貴重嘅，因為其實我創啊有時候人看相片講啊呀貴講哦，但是那不聽人頭腦都唔好看啊。對，有啲貴先生的問題啊，係啊，嗰時按呢時間唔會老實地講。我會老實跟客人講，因為如果你硬做的話，達不到他的要求，就會有後面的糾紛。可是有一部分的經驗冇？有，很容易情形哦。就是客人拿一個感覺，比如說大波浪好了，可是燙出來不是他想要的，這時候可是如果講黑人技術的問題，對，他會覺得是我的問題，對，不是他不會覺得是他的長相問題。對，我唔知，咁能用咁樣的事情能用處理。要麼就是再幫他換別的風格，或者引導他做適合他的造型，對。還是會跟顧客慢慢討論啦，對啊。可是從一部分的事情，應該會發生幾多？現在不會，因為現在資訊量比較大，顧客的準確度也會比較高。他們只要拿圖片，比如說我的專業是染髮，他就會拿我的拍的照片來找我，這樣就比較不會有翻車率。你等於講你以前做過的作品，對，你拿一盤再重做一遍。對，好，可是但是等於講，你看到有啲色神都提講，睇有按樣去調嘅。可是有啲色神，我有有啲調那麼以前有染過冇咁樣嘅色，會有差別嗎？一定會有差別啊，所以你要先做試色，然後再做判斷，然後再達到精準顧客的效果。對，等於講即個睇染頭那麼有部分嘅經驗啦，嗬。咁一般嚟講嘅話，唔係去海外進修嘅話，差唔多可以久嘅時間啦。海外進修的話，我平均的話是3個月進修一次，因為畢竟課程費是比較高。然後如果國內的話有喜歡的課程就去報名。對，因為你這個講等去海外嘅話，如提幾筆上課以外嘛，係得提嘅，提幾時？嗰種3年100算幾疊批呢？對，算蠻長的。可是因為我們這個行業，你要一定要做給大家看，至少你讓大家知道哦，你有在進步，或讓顧客覺得我是安心的，對。等於3年100，等於1年來講嘅話，你至少嘛去到300-400要出。對，可是還是要看課程是不是自己喜歡的。對。咁一般來講嘅話，有種課程呢，算是內容我都講也被仔細睇來可以看得到。其實課程內容都是在 IG 或是 FB 都看得到，然後只要你覺得你對這個課程有興趣的話，你就自己去報名。咁一般嚟講，也為課程差唔多一堂課多少錢？100多錢啊？平均的話就是1萬至2萬不等。對。唔算幾多錢啊？但是要加上飛機票。對。很少哈，而且日本的就5-6萬跑不掉了。哦，等於都係呢，等於講三張也要去進修100番。對。好，咁從你這個來講，你這個14歲都開始。入來也要行業，啊，加上講更加有年輕樣嘅，佢一堆
美容美发有兴趣的话，有乜嘅建议冇？年轻的学长。如果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话，我会建议，如果你真的有想法的话，你就去执行，因为你至少你有尝试过这个行业。像有些人就会觉得，到底要不要做美发，然后想非常久。可是你去做，你去体验看看，体验过喜欢的你就继续做，如果不喜欢你就换别的，那也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敢踏出这第一步。可是问题是，你那原平常的那原来的基地可以去必须算是体验一下咯。其实现在有很多有建教合作，或者是实习都有，或者是假日攻读，你可以去体验看看，不适合也没有关系。可问题是，以前这个可是做时还做处理啊，可是他说我不是啊，我想要做设计师啊，那怎么办？在这个阶段真的比较辛苦啦，还是要按部就班。系啊，因为有的可能在处理跟团一路感觉都有。对，系啊，那怎么办？他们会把美发这个行业想得很完美，因为我们平常都真的是光鲜亮丽，可是还是要从基层开始去做起，比如说从扫地啊，从洗头啊，这都是传统啊。因为等于讲。无处理的时间，迄设计师马收梯啊，对啊，什么？尤其你这个开店的时间，你都要减少个隐私成本的时候，这个马收梯啊，要找嗰度，嗰度梳化嗰度，因为你这个系传统的，即录下录下的传统天数上来，嗰时一部分应该是归地啦。但是如果同你们讲啊，做乜要去做安插的事情？可是因为。像助理的阶段，其实真的是比较辛苦啦。有熬过，你当设计师之后，真的会越来越顺利。对啊。因为可能福起来啊，吼，等啲观众朋友哋，比如嗰度喺度北美啦，好記得，即係用嘢盡，有同埋等身上觀眾朋友建議下講，譬如講，像我哋東方人嚟講嘅話，我哋皮膚都個黃色啦，嗬，加上講我哋冇都講有啲人嘅面型可能我哋都個太色，咁有乜嘅建議講，譬如講我哋東方人嘅話，嗬，無區樣嘅年齡可能適合樣嘅特能。像我们的皮肤本来就比较偏黄嘛，然后比如说我们染一些带一点绿的，或者是带一点红的、紫的颜色，都可以衬托肤色。然后像今年其实蛮流行那种剪到锁骨的发型，或者是一刀切，也都蛮适合现在的流行。对。你这个第一点我就想講，唔同講過，因為我哋嘅面色個黃，嗰屬綠色同紫色。对。看到我外邊，我看到個拍還是我看起来会比较白一点。看到我個拍。然後看到我有一些個有黑色要嘅，對對對。跟頭都講，聽你講，可以剪到鎖骨，如果要不長度到鎖骨。現在會比較流行那種比較乾淨利落，不像以前要大波浪或是要很多捲髮的造型。因為現在的人其實訴求很簡單，就是早上刷完牙就要出門了，沒時間整理那麼多頭髮，所以你給他一個乾淨的頭髮就 OK 了。因為近家人大部分都會要求講好整理。對，啲剪頭我除了講以外，我好整理。咁好整理一件事情，能有乜嘅建議呢？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會整理頭髮，我就不建議燙頭髮。哦，不會整理頭髮就不要燙頭髮。對對對對。然後其實你可以換一點顏色，或者是換一點剪髮造型，那個效果就非常好了。也可以最近很流行剪那種高層次的，或者是公主切。對。咁年齡咯，有乜嘅年齡嘅差別？譬如講，我已經差唔多30歲附近啦嘛，適合用嘅一啲髮型，嗰種特朗冇咯。我覺得髮型跟年齡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可是大部分的既定印象就是年紀越大的頭髮會剪越短。對。所以他們會希望他們保留一點長度，會有一點少女感。反而現在年輕人非常喜歡剪短髮，主要是在於顧客自己整理適不適合，或是自己習不習慣。冇錯，因為其實更加咧有的我哋北美，我希望過這個特朗普天天嗰種歸胎。對對對，像我們會依顧客的臉型去判斷適不適合他的髮型，比較不會依年紀。對，像有些人是圓臉、長臉跟方形臉，對。但是問題係講，所以有的人已經習慣一天天啊咧，按用嚟說服他。其實他習慣的話，就是照着他的習慣，因為你說服他，他回來是會找你說他用他原來的樣子。好，嗰時候等於講，本來習慣如用啊，但是嗰種講有想要去挑戰一下改變的話，
对，其实挑战跟改变或者尝试都是新鲜的东西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啦，一定会更加年轻啦，对啊。像而家，譬如讲屏东来讲，我其实嘛，几多嘅店嘅开始来开嘛，吼。咁你这个对未来呢有乜嘅想法嘛？譬如讲，你这个店嘅天理啦，有乜改变冇咯？你这个供应呢？其实当然是希望店里面越来越好啦，然后也希望我们店的这5个设计师能把自己的，比如说自媒体或者自己经营的网络平台做好一点。然后我对于自己的想法，我是希望我自己，因为我还蛮多地方不足的，希望自己去补足。然后对于未来，当然是能够越来越好，对。但是越来越好是哪一部分越来越好呢？技术越来越好，还是我觉得技术跟整体跟客人越来越多，这是必须的啦。对啊。但是问题更加竞争嘛，几多啊？竞争压力是非常大，没错。可是希望在不管是屏东或者是在世界各地，自己可以发光发亮。可是其实对15岁开始，我哋的市面都行业嘅美发业嘅伊的两倍地位，但是你讲伊的经验27岁嘛，慢慢的对伊的处理变成伊的设计师，虽然讲系最年轻嘅设计师，但是更加嘛深入伊这个专业部分。可是对于更加年轻人来讲嘅话，有几多时间伊可以喺新的时代地位，伊去发展伊自家某些地方，比如讲自媒体啦，或者讲去用无同样嘅方法，无同样以前嘅传统嘅方法，伊用几多年去伫伊也要专业，其实嘛喺我哋年轻人喺未来嘅社会地位，会独到同时，伊哋去解决问题嘅方式。今日我感谢我哋市面来到现场分享很多安全菜故事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各位观众。休息下，我哋听下啲市场来强下运通哦。我跟福喜来嘅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哋面书网站，还有到我哋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